打发团是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。学客家话有没有开心呢？今天教帅哥向美女搭讪哦。第一句话，你是做什么工作呢？你做乜嘅條路呢？你就是你，做就是做工作的做，乜嘅就是什么，乜嘅條路。条路其实很像闽南语说的头路、头路。对了，条路就是工作啊。我是做会计，怎么讲呢？我做会计，会计就是会计，会计。哎呀，会计太好了。那你结婚了吗？你结婚嘛？你结婚嘛？结婚，结婚就是结婚，忙就是这样结婚了吗？完成式结婚了吗？你结婚忙，忙就是我还没，我还忙就是还没有上位。结婚，我还没有结婚呢。哇，太好了，还没结婚又做会计又长得那么漂亮的客家姑娘，请多多指教。抢豆豆自高，抢豆豆自高，会了吗？来，我们一起示范演出哦。你做哪个条路？我做會計，你結婚忙啊？我還忙結婚，搶豆豆自高。搶豆豆自高。OK， 來，徐薇老師問大家哦，你結婚了嗎？怎麼說？你結婚忙？很好，我還沒結婚，我還忙結婚。對了，這樣學客家話絕對可以學得很棒哦。今天到這邊了，按字 say 再見。